为什么要来这儿？为了吃饭。你看，多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啊！实习了3个月了，对这份工作有什么心得体会？就是熟能生巧吧。你熟了吗？挺熟的。一般正常死亡的往生者，我可以把化妆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以内，比给自己做面膜还少。还有吗？将来有机会，我也希望能够挑战更多高难度的遗体修复工作，像师傅一样。有追求。谢谢。没通过。为什么呀，师傅？这是会议上集体研究讨论的决定。那您也觉得我这段时间表现不够好吗？你觉得什么是好？能够5分钟处理完一具遗体，或者像我一样去完成那些高难度的遗体修复工作？这就是你实习3个月以后对遗体整容化妆工作理解的好。那难道不是吗？以后你不要说是我刘清明的徒弟。哎，师傅，3月要是真走了，咱们人手确实不够呀。你不用管，领导上会从别的部门调人过来帮忙的。那不也得从头开始教吗？万一新来的比3月还笨，那你……我不是说你笨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跟上头说说，把3月留下吧。哎呀，好师傅。刘师傅，这是块硬骨头，得您亲自来。那做好登记，送操作间。好。看我了。师傅，从哪儿运来的？怎么会烧成这样？栏杆脚踏2船，外头腊味受不了了，跑到家里头把栏杆给砍了。这太难了。先去跟家属谈谈吧。
跟他也回不去了。你好，你是徐世聪的妻子。你坐，你坐。是我。是这样，他的遗体损伤得很严重，如果要修复的话，难度很大，需要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，而且比普通的遗体修复费用会高出很多。没关系，钱和时间都不是问题。刘师傅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被情人砍成这样的。谁在笑？是你吧？他没笑，您可能你在笑话我呀？对，我老公是让情人砍死的，他该死，我也活该，对吧？你们谁还是想笑，都一起笑吧，这本来他妈就是个笑话。该动手。赵三月，你可以走了。拿着。我不是在笑他，我都不觉得自己在笑。他当时那么说，我只是想到，我讨厌背叛的人。这种男人不知道让多少女人流过泪、受过伤。现在人都不在了，还要让女人替他们收拾烂摊子，凭什么呢？我不是想笑任何人，我只是觉得荒唐。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吗，亚楠姐？我是觉得这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吧，过不下去的总有办法分开，还在纠缠的呢，那肯定也有他们的理由，甭管这些理由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无知，但既然他们愿意选择相信，愿意自己骗自己，那身为外人，我们干嘛非要去打破他的平静，让他的生活更加支离破碎呢？但是那是不对的。挺好，你还能争论个对错，说明你还年轻。但咱们说到底就是个摆渡人，也不是审判官呐。姐，嗯，我真的不能留下